叫華四，咁我今次飾演咧主要有一個角色咧，叫做係男孩嘅青少年版，佢係個故事嘅主人翁嚟嘅。咁佢係一個盜賊嘅家屬，係啦，咁亦都會有飾演其他嘅角色，咁都係盜賊嘅家屬嚟嘅。咁今次因為做呢一個演出嘅關係啦，咁其實幾感受到作為盜賊家屬佢背負住嘅一啲壓力嘅。咁因為即係自己面對住自己嘅屋企人啦，咁到底即係我係要選擇親情，定係我選擇自己嘅自身多啲咧？咁係幾拉鋸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係好明白到即係點解盜賊嘅家屬即係往往可能係會係一個死胡同嗰度，唔知點樣算好咁樣。咁所以都覺得係非常之好，有呢一啲機會，又或者係會有一啲機構係會即係會服務呢一個嘅群眾啦，去令到佢哋知道其實佢哋並唔係即係淨係得自己一個咁樣。不如你介紹下咧，你有間房㗎喎，你間房度會做啲咩㗎？個房間裏面咧係關於嗰個青年嘅即係比較係啦，即係個男孩青少年啲嘅時候啦，咁係一個同負債相關嘅一個房間嚟嘅，因為佢就係從年輕嘅時候開始咧，係要不斷幫佢嘅母親啦去揾親戚去借錢咁樣，咁所以嗰個房間係會充滿住好多借據啊，又或者佢去嘗試幫佢母親去借錢嘅一啲證據喺度咁樣，咁其實都係令佢係幾大壓力嘅一個地方咁樣，就係即係到底佢即係呢一個選擇去幫助佢母親，到底係正確嘅事啊，定係其實某程度上佢幫助佢母親，同時其實亦都害咗佢母親咧？